若是时要到，现今就是真实敬拜的，要用神用真实敬拜爸，因为爸是爱这号人敬拜伊。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就用神用真实来敬拜。跳堂星星万欢迎你，跳堂星星万欢迎你，愿你显会温馨的我，把我帮的一切地就所爱，素相修。心切切卡无，跳堂星星，跳堂星星，跳堂星星，欢迎你来。跳堂星星，万欢迎你。跳堂星星，万欢迎你。奇妙灵在，将你心意教导，你真家里，我顺他，滚对你引错，跳堂星星，跳堂星星，跳堂星星，欢迎你来。跳堂星星，万欢迎你！跳堂星星，万欢迎你！我的心已经的是黑，比万心就心在跳堂稳定，我好好，我怎无保留？跳堂星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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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来。这是咱用跑跑华夏用功劳咱上帝俄罗斯。主，你是我的生命，风雨当时斗阵行。
梦中有你甲我来作伴，脚步有你的影带。主，你是我的生命，风雨当心斗阵行。梦中有你甲我来作伴，脚步有你的影带。感谢你对我的爱，予我机会对头来。天顶白云伴我走天涯，天使永远甲我同在。我要大声唱，予人知，耶和华有无限的爱，世间的人拢来敬拜，耶和华是完全的爱。主，你是我的生命，风雨当心斗阵行。梦中有你甲我来作伴，脚步有你的影带。感谢你对我的爱，予我机会对头来。天顶白云伴我走天涯，天使永远甲我同在。我要大声唱，予人知，耶和华有无限的爱，世间的人拢来敬拜，耶和华是完全的爱。我要大声唱，予人知，耶和华有无限的爱，世间的人拢来敬拜，耶和华是完全的爱。因为是主，伊要叫咱反悔认罪，来到主的面头前，用咱起初听主的心来看这个世界怎样来转变，互咱会当用跟上帝甲你的人，只是献上感谢。天色虽然黑暗，星星幽暗地下闪烁。暗暝虽然孤单，时间若到，天总是会光。关山虽然危险，若有信心就通爬到山顶。路途虽然遥远，若有听心就通行到天的彼边。啥人会当搬过所有艰难在下？啥人会当看见迷茫地背？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着打开心内的窗。
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着打开心内的窗，予你的眼光看见美梦。天色虽然黑暗，星星幽暗在遐闪烁。暗暝虽然孤单，时间若到，天总是会到。关山虽然危险，若有信心就通爬到山顶。路途虽然遥远，若有听心就通行到天的迄边。啥人会当搬过所有艰难在的？啥人会当看见美梦地陪？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着打开心内的窗。啥人会当搬过所有艰难在的？啥人会当看见美梦地陪？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着打开心内的窗，予你的眼光看见美梦。予阮看见美梦的主，阮感谢你，是因为在伫你有永远的计划，这个计划是拯救的计划。人伫罪恶中间，陷落伫黑暗中久久。主啊，阮需要你的拯救。主啊，你嘛已经实行你的拯救。伫十字架顶有你的独生圣子耶稣基督为阮死，告我，正就天坐伫主你遐，你正做阮永远的代祷者。你每一天提阮的名为阮来祈祷，因为主你所疼的囝儿，日日伫这世代生活中间，特别伫疫情真困难的中间，主啊，你豆豆扶持甲引带，你予阮有对你遐来信心的眼光。阮看见虽然真黑暗的世代，总是阮有看见迄个光，迄个光伫遐闪烁。主啊，阮感谢你，有你应允甲阮伫地，你是以马内利的主。主，阮也感谢你，主啊，你用你的话语成做阮的道路，阮的性命。主啊，你咧成做阮的真理。主啊，你引带阮头前的路。阮也将阮今仔日的敬拜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恳求圣神来接纳阮所献上的一切，成做香的祭，献伫你的面前。阮安尼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兄弟姊妹咱要三甲来看今仔日咱教会的报告。伫这个疫情的中间，咱有缘伫三级的这个境界伫7月26，咱希望会当有大家小见面的时间。总是这个时间在伫主的手中哦。咱伫暗暝有这个开放以前，咱也是来请大家拢来。谨慎吼所以咱即马即个聚会拢伫线上不管是伫即马台语的10:30，也是伫华语的拄则8:30，也是伫拜六伫暗时6点伫儿童的阿卡佩是伫每礼拜早起10点，祈祷会拜三暗时是8点哦。咱斗阵伫线上一斗阵来用祈祷来守望嘛为着即个灵修小组咱嘛伫8点每礼拜
拜二哈咱有一个 Google Meet 会斗阵会来聚会哈，嘛为小组的聚会咱会当来注意小组长会来通知。上年大学咱嘛是有一个线上的一个工作哈，关怀据点哈，咱嘛是豆哈，政府咧调查有偌济长辈已经注射哈，注预防针已经注疫苗的哈，伫个一个一定的时间咱就会来开放。来，互大家来参加。大家拢真意爱来甲教会哈。要摕奉献也好，要摕周报也好，也是有啥物代志请咱兄弟姊妹进入伫教会，共款咱来修一个防疫的这个办法哈，用一个实名制，咱来扫一个 QR code。另外伫8月份哈。父亲节的时阵这青年营办一个叫神还原哈，意思就是讲，你捌甲老爸伫细汉还是少年的时阵，捌翕过相同款的所在，也是同款的这个姿势哈，会当伫咱大汉的时阵哈会当过来翕一张相哈这个就是神还原啦哈。当然，咱兄弟姊妹真侪人可能甲牧师同款哈，我的老爸已经转去天家安尼要安那吼这安尼嘛是同款会使哦哈什么办法呢？咱会当家己来想，就是咱来纪念咱的老爸哈。请咱来响应哦哈，把这个相片寄予咱的青年。咱的小会甲圣礼典哈，嘛是要延后哈，伫7月31要小会8月初1，咱有圣礼典。咱若要洗礼的哈，18号以前咱爱来报名。伫中职会咱嘛是顺延到8月初1。伫即中间咱拢是用线上无吼，咱即马愈来愈厉害吼，即马连这长辈吼，拢有法度用线上来来，不管是来小组还是来即个讲座吼，咱的讲座拢已经确定到吼全台湾省去吼，咱的即个当礼拜才开始的幼儿英文营吼，已经甲平湖拢有人报名吼，所以可见即个线上吼这个聚会夏令营吼，真正是会当确定咱教会特别是福音的确定，这较重要哈。咱即马嘛是会当线上来奉献哦。因为咱的教会有缘需要咱大家支持参与加奉献。所以咱若是透过邮局来发布，是伫银行来转销哈，是各种的方式哈，请咱拿即个汇款了甲教会来通知是啥物人金额偌济项目是啥物哈请敲这个电话咱的李梅会计干事来通知咱嘛通好看咧周报吼，互大家会当来征信吼，看是对毋对吼。另外就是咱的品格阿加佩吼，咱伫4礼拜中间已经2礼拜经过吼，第1期已经结束，即马拜1吼，要第2期吼，恳求信心继续来带领，嘛或者青年人咧咧准备这的时阵吼，有主的体力吼，个创意吼，嘛特别重要的是，互因会当领受着即位是听的上帝哈来为着这个来祈祷哈伫即个洪英正教授吼伊真个真惊吓讲嘛真惊讶讲咱的长辈哪会遮厉害吼，Google Meet吼拢会晓用，所以真正要来甲咱即个分享吼，诚侪快乐健康的长辈吼咱若是毋是长辈，咱是少年人嘛无问题哦，请咱来参加，因为来听伊安那演讲，伊实在是真敖演讲吼，种真心式吼，对头笑到尾吼，所以请咱摕手机来扫一个吼，迄天拜3吼，咱10点半，甚至咱10点就会使入来这 Google Meet 吼，咱开始来运动哦吼，就有人咧引带吼，你会当邀请福音的朋友来参加吼，好咱即个青年人，咱这爱幸福吼，咱办一个杨佑任的这个救血龟会当救人的性命吼。这个咱伫8月6号要来演讲吼，最后这失控的最好安排吼失控实在是咱常常拢会失控的啦吼，总是咱爱知上帝心是安那安排吼，安那互这个活动真做台湾这个大家来关心吼，需要人关心的非洲遮的人吼，请咱嘛来 QR code 来扫一个吼，来报名参加。咱来读今仔日经文，记载伫耶利米书1章3节吼，咱请咱读2遍，敢好？好，咱请
搁伫犹大王约西亚的囝约雅敬继位的时，伫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囝西底家11年的落尾，5月间耶路撒冷人受掠的时，耶和华的话临到伊。耶利米书1章30个。搁一遍哦，好，请。搁伫犹大王约西亚的囝约雅敬继位的时，伫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囝西底家11年的落尾，5月间耶路撒冷人受掠的时，耶和华的话临到伊。耶利米书1章30个。咱要来献上咱的感谢咱基督徒对主的感恩，就是咱来奉献互教会来所用甲福音的所用，请咱来唱这首歌。奉献感恩的心。归伫至圣的天父，伊有受死道是行，主耶稣基督，奉献感恩的心，归伫至圣的天父。伊有受死道是行，主耶稣基督，请起立，一生软弱的正罪用作，颂扬的正罪不。疼痛的天父，阮感谢你，创造救赎阮的主，阮真正满心感谢阿罗你，感谢你，互台湾的疫情渐渐伫改善，互阮无有惊吓烦恼的心，要用信心来倚靠你，求你互阮有奉献的心，奉献阮的性命，成做别人的祝福。感谢你对阮生活一切的供应甲看顾。愿圣灵保守阮会当时常知足，为着阮所领受的恩典，献上阮感恩的心。愿天父教导阮的奉献，成做圣工的路用。阮同心合意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请坐。咱三甲来读上帝话，今仔日记载伫耶利米书1章第1节到第10节。请咱来掀开耶利米书1章第1节到第10节。咱若是准备好，咱就开始大声来读上帝的话。请便雅悯地阿拿突城的祭司中，是西加拉的囝耶利米的话记伫下底。当犹大王阿门的囝约西亚继位的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伊。搁伫犹大王的西亚的囝约雅敬继位的时，直到犹大王的约西亚的囝西底家11年的落尾，5月间，
耶路撒冷人受掠的时，耶和华的话临到伊。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讲，我袂创造你伫腹内的大生，我捌你；你袂捌出胎的大生，我分别你做圣，设立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讲，嗨呀，主耶和华，你看我袂晓讲，因为我是囡仔。总是耶和华对我讲：“你唔通讲我是囡仔，因为我见有找你，你就去；我见有吩咐你，你就讲。你无得惊因，因为我甲你伫地，要救你。”这是耶和华讲的。耶和华就伸伊的手摸我的喙。耶和华甲我讲：“你看，我有将我的话下伫你的喙。看，今仔日我设立你伫列邦列国的顶面，是为着要拔出、要拆毁、要败坏、要车倒、要建立、要栽培。”今仔日咱要透过耶利米一章来开始。咱若今仔日有听在家会主，也是咱的一个迦南之声 Podcast， 咱就知影，对今仔日开始，咱要开始一个新的一个圣经一个一卷书，就是耶利米书。耶利米书，伊就是来宣告，互主来宣告讲，黑暗的时期伫要到啊！黑暗有偌黑暗呢？恐惊比咱即马疫情搁较严重，搁较黑暗。会有偌久的？会有足久。伫黑暗中，咱会感觉惊吓，总是伫黑暗中，咱会当看到亮光，伫遐闪烁。有当时有光，咱会感觉有当时搁花去。有光，咱感觉安慰，感觉温暖，咱感觉有方向。总是有当时感觉搁花，哪会敢若无光？哪会敢若主无甲咱伫地咧？耶利米就是伫即个时代，伫迄个时代，拢要来讲上帝话。咱三甲来祈祷。听阮阿爸，阮感谢你，你是伫黑暗中引带阮的主。主，你有时敢若拿光。有时你敢若无伫的，总是主，你是以马内利的主，你一直甲阮伫地。因为主，你讲会到，你就做会到。你嘛用你的话语，正做阮的引带，互阮知影要安怎去行，行出来了后，会当正做阮今仔日的帮助，阮一生的祝福。主，恳求你启示阮，听了你的话，照安尼去行。阮安尼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伫差不多5月母亲节了后，宜兰有一个消息，就是这个游艺场有2个员工分别无同款时间去急诊这个医生这个郭恩月医生，伊是郭牧师的查某囝伊伫个急诊室看到讲，安那会这个分别无同款的时间来镜头拢同款，伊佫较小心来看，毋是敢若镜头同款哦，因竟然是伫个同一个所在咧工作，所以伊就开始来甲因裁剪。哇！发现讲，哇，因是即个确诊者，因是 COVID-19 是阳性的，所以伊就通报讲即个咱有疫情哦。一通报的时阵，咱知一通报就是敢若黑暗期伫要到咱对5月中甲大，咱开始感觉愈来愈严重甲3级警戒，甚至佫有人讲，迄阵话讲，是毋是4级应该爱来警戒啊？总是到今仔日，咱看见已经是个位数，是主的圣手扶持伊伫甲单领祝福伫台湾这个所在。咱知迄阵若郭医师伊无设立
放这两个回去，哇，迄落就摊甲搁较济。所以郭医师受到人一个政府有一个这个奖品奖金来颁予伊。就记者来问伊讲：你是安怎做到的？你哪会有法度来发现这项代志？郭医师讲：我是上帝的器皿，我只不过做我家己本分应该做的代志。兄弟姊妹。这个是因为郭牧师的查某囝特别厉害吗？无需要讲，毋是，是囡仔是上帝的囝儿，咱拢是上帝的器皿，咱若愿意做，咱应该爱做，尽本分去做，咱犹原会成做光，成做蜡光，毋是咱话。是因为阮尽力来做，上帝是迄个光源来照咱的时阵，咱就会当反射出迄个光。迄个时代可能已经要开始黑暗中有一个光，这个光就甲大家讲爱注意哦。这个 COVID-19 已经伫个社区开始传哦，咱爱来防止，来挡哦，爱挡一个来挡点哦。兄弟姊妹，主若是呼召咱去讲歹消息。这就是歹消息，黑暗要来咱敢敢讲？毋是咱惊暗，毋是咱惊黑。耶利米伫迄个世代，伊嘛互主来呼召，虽然伊敢囡仔，其实伊是差不多已经17岁总是伊嘛惊。伊甲主讲：我无喙，我袂喙花，我实在袂晓讲。我想伊搁较惊的是。咱要去讲的是歹消息，兄弟姊妹，你捌有这个经验无？咱得到消息是这个人得到感情，也是咱得到一个消息，咱上亲、咱上亲爱的人，这个事已经蒙主温掉，突然间伫黑暗中，咱敢去讲无？咱敢去讲这个歹消息无？耶利米伊互主呼召。伊来讲，照安尼来讲，讲出黑暗了后有一个光芒，就是弥赛亚的光芒。咱有要讲这个光芒无？虽然即马人可能伫黑暗中，耶利米迄个时代，伊嘛是对这个黑暗。毋知，因为伊感觉讲生活就好好尤其迄个时阵的约瑟亚王是即个宗教改革总是主甲讲黑暗来了，人需要光，有主的光来引带。咱来看耶利米迄个家庭的背景，伊实在是祭司的后代。咱对这个列王记来看，咱就知伊的祖先会当讲是伊的阿公阿公拢是这个大卫的这祭司。总是到伫咱知大卫了后，伊的囝是所罗门。所罗门做王了后，哇，伊就开始秋后算账。伊就甲祭司，就是耶利米的一个算阿公以前的一个祭司的伊的祖先讲，阿比阿他，伊讲来，你着转去阿拿突的田的，咱就知影耶利米是阿拿突的人吼。你转去遐，因为你本来应该爱死，当时今仔日呢，我无互你死，因为你伫我的爸大卫的面前，你捌经过主耶和华的规。过我的老爸所受一切患难，你嘛甲伊受患难，所以我无要互你死，总是你无了，已经无法度做这个祭司头，要换人兄弟姊妹，咱的祖先，咱的前辈，咱厝里的人，捌拄着这个黑暗灯的事吗？我想咱拢无陌生，伫咱教会中间嘛真侪人。因为伊的阿公也是伊的祖先，228的事件得到真大的困扰，伊无好真好的环境来出世，就亲像耶利米同款。伊出世的这个所在，伊的祖先早就互人所谓的下放了。兄弟姊妹，伫咱无好的出身，咱有法度歹得出好顺吗？咱搁该继续来看。这个社会毋是干那
一个列王记，迄个时阵就开始学。国较来是迄个时阵，耶利米伊的社会嘛是开始黑暗期来开始。咱知虽然约西亚王伫8岁就来就做王啊，伊阿公啊，伊的爸爸拢有够歹啦，所谓的真歹的王，因为伊拢做耶和华看做歹的代志。当伊咧做王的时阵，第13年，哇，发现讲有一本律法的书的册啊，原来咱拢得罪着上帝啊，咱拢行伫黑暗中，所以伊就甲上帝来立约，要来听上帝的话，伊一心一意要来遵守上帝这个法律的诫命。总是咱敢知，宗教改革伫会堂中尔，伫圣殿中尔，伫遐忏悔，伫遐拜拜，伫遐悔改，总是离开了圣殿了后，转去甲因的厝，转去甲因的社会了后，因共款做歹，做上帝所无爱，就是因掠别的上帝来敬拜，因用因的行动来背叛上帝。咱听起来，哪会敢若真熟悉啊？兄弟姊妹，牧师家己就捌安尼哦。我参加来特会，伫遐互信心来充满，我感觉讲哇，我无共款啦，我有信心满满。总是对圣殿转去到我的厝，看到我的3个囡仔，我阁破功啊，破功啊！我开始骂，开始惊主所无爱。兄弟姊妹。迄个时代嘛是安尼，因干那伫嘴的，干那伫因的嘴，伫遐悔改，总是实际行动无真正伫即个悔改。所以咱看无偌久的时间，约西亚王过身了后，约雅敬哇，佫较是凄惨啊！掠家己的利益做利益，留无过人的血，而且用即个暴力来压制人。主看了无介意。就甲耶利米不断甲伊讲，有做了这黑暗世代，一个黑暗啊！哇，黑暗呢？迄阵啊，的国际的局势，甲咱即嘛足亲像的哦。咱看伫即个耶利米伊呼召做这先知的时阵，是约西亚做王。当然迄阵阿哥即个。国际上哈，咱拢知，即个约西亚，即个是所谓的南国犹大国，就是伫即个所罗门伊做王过身了后，伊的囝吼，就是敢若扶不起阿斗啊，吼，以12个支派，这个10个支派在北国，所谓咱讲的以色列国，吼，早就被迄个时阵的大国亚述甲灭了。即马剩的只有犹大国，所谓的南国，就是即马约西亚以宗教改革，以做好的行上帝正的路，总是因无正经悔改啊，敢若嘴悔改呢，因的行动无悔改，所以主，咱的主伊听。伊是听的主，伊来呼召耶利米来讲，紧啊，恁来悔改啊，紧啊悔改，恁若无悔改，有一个大国就是巴比伦，就是伫约西亚第14年的时阵，竟然巴比伦这个国开始独立，哇！而且愈来愈强，咱会知影，伫这个耶利米甲上尾的时阵，这个国家这个犹大国是互巴比伦甲伊灭掉的。迄个时阵的国际就结束，敢若是咱即马共款，咱嘛会当看见即个但以理，就是伫咧头一遍巴比伦甲因掠人去巴比伦的时阵，就是伫头一遍去用掠去的。当然，咱嘛知影，到西底家的时阵吼，人读华语更较深刻吼，这叫做啥？死伫遮啦。所以，这个国家真正上尾是死伫遮，上尾一个王，因互老人掠去伫巴比伦，迄国较凄惨，连目睭拢去用乌起来。咱知巴比伦其实伊无法度永远做国啊，咱也知，咱看但以理书，咱就知影，巴比伦尾安那，阁互这个波斯甲伊灭掉。所以兄弟姊妹，咱即马看重的。不管是咱感觉美国也好，咱感觉日本也好，咱感觉台湾也好，无一个国家是永远的，只有上帝国是永远的。咱的心看伫倒，
咱若是一干那看眼前，安尼咱就无采光，咱就会看见真济黑暗。就是亲像迄阵迄个世代一样，干那看伫眼前，安尼咱就无看见主的计划，甲主的引带。伫黑暗中早，咱的主早就显出迄光，因为伊早就备办，伊来呼召上帝所定着的，就是耶利米。伊临到伫耶利米，因为伊讲：我未创造你以前，你还阁伫妈妈的腹肚的时阵会诞生，我就捌你；你未出胎的时阵，我就分别你罪性，早就呼召你。总是安那，总样是这耶利米听就会惊。哎呀，主耶和华，你看我袂晓讲因为我是囡仔。也伫即句话，敢若真济人捌讲过。偌济人，是撒母耳嘛是即个咱若看到这参孙，咱若看到行洗礼的约翰，因拢是伫搁伫妈妈的腹内的时阵，主就来经营。主毋是干那经营。兄弟姊妹，主嘛经历，你伫妈妈的腹肚内，主就已经经历，当然嘛经我，经历到我要做啥物？要做上帝的器皿。上帝要伊就敢若耶利米以后，咱会看见，伊用一个比喻来讲，即个做头的、做即个灶头的人，要来揪即个批，要来揪即个看，你要做真侪事。花骹，是你要揪即个批真侪是一个食饭碗，是你即个揪起来是要做圣餐、底圣餐的即个盘。总是咱的主是互咱有自由来选择的，咱愿意顺服主讲主我袂话害我袂晓讲害主我袂用的害主我即马足无用的害主莫叫我啦迄个咧佫较厉害啦。咱若是安尼就无去啦。咱本来是主要互咱真做花瓶，总是咱若无愿意，真歹势。主嘛尊重你，安尼你一生可能就真做一个碗，也是真做一个。去食咧分的碗，迄嘛是一个器皿。搁较害是真做主要接受上帝生气的碗，安尼就毋通咯。所以兄弟姊妹，刚好咱拢是上帝的器皿，愿咱尽力做咱所会当做，互上帝光照咱，咱会当互边仔的人嘛得到即个光。虽然可能亲像蜡光，是一个，总是咱互主用，下主上帝的旨意，这是较重要的哦。咱来看摩西嘛是共款吼，伫亚伯拉罕嘛是共款，互主来呼召。耶和华对真济咱的前辈嘛，对你甲我来讲，创造人的喙的饲一水互人下到臭鱼人的臭鱼空的目睭金的啦青面的饲一水兼毋是我耶和华吗？答你去，我要想诉你口才，甲是你所应该讲的。兄弟姊妹，我毋知你即马工作，我毋知你未来会安怎，总是只要你愿意，只要咱愿意，将家己互主来甲咱起做。当然起做进前，可能爱先甲咱毁坏，咱遐个无好的老我，主先甲咱拆毁，先甲咱引导，互咱有当一根定心，互主来起做。咱愿意吗？上帝是创造的上帝，在伫伊无迄个无可能的代志，只要咱愿意。因为上帝有应允，虽然咱可能会讲歹消息，总是迄歹消息人来雷骂咱，咱无爱甲咱斗阵，总是主要来保护，就亲像耶利米共款，伊会惊，伊去讲的，这拢是歹消息，人会听。特别伊讲巴比伦要来甲咱摕去巴比伦要灭咱的国家，咱就乖乖对伊去哇！伊当然向雷骂讲你是安那。你是这个你是这个所谓的汉奸吗？你是甲人冲抗的？你是安那这唱衰我们国家？
但是伊无惊，因为伊照上帝甲伊讲的话，因为耶和华蒙伊的喙，甲伊讲：你看，我有将我的话下伫你的喙。上帝将话下伫耶利米的喙，即句话真重要。是安怎讲？因为耶和华伊要讲的是讲，将来即个国家以色列要被灭了后，去到巴比伦70年了后，迄个波斯甲巴比伦灭掉了后，波斯迄个国王，迄个时代，要互恁转到即个耶路撒冷，要搁转到恁的厝，互恁有一个愿望。搁较大的愿望是伫几百年以后。有一个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要来为咱死，埋葬罗因府。第3日，要过活，互既若信伊的，要有愿望；既若信伊的，有永远的生命。伫生命记共款即句话哦，是摩西呼召的时阵，耶和华嘛甲摩西讲：我要将我的话放伫你的喙。你就爱去讲，我要带这个伫埃及中的带恁来进入迦南地。兄弟姊妹，咱的主嘛要透过你的嘴，要讲出可能即马是黑暗的事，可能咱的疫情，可能咱26未解封，可能会到9月，可能会到明年，唔知。总是主若透过你的话真实来讲，你若有检查了，是主要爱你讲的，毋是干那讲黑暗尔。主要讲的是讲，迄个黑暗中了后的迄个光，迄个光就是咱的主要甲咱伫地。总是伫黑暗中，伊嘛诚做圣手来扶持咱。是上帝用伊的手摸耶利米，上帝嘛用伊的手来摸你甲我的嘴。来摸你甲我的心，互咱有柔软的心。伫黑暗中，咱或者感觉惊吓；伫黑暗中，咱感觉孤单；伫黑暗中，咱敢若安那死都毋知。总是咱的主知，咱的主知影你，知影我，咱所欠缺的，咱毋知影方向无要紧。甲咱伫地以马内利的主知影上重要。因为伊有话要甲你讲，要甲我讲，要甲每一个世代的人讲，毋是安尼尔，咱的主伊有行动。今仔日我设立伫列邦、伫列国的顶面，耶利米这个名的意思就是互主来压起、高举在列邦列国的上面。咱的主嘛要来高举你甲我。总是咱要爱先爱经历一项代志是安那，咱要互主先来拔出，互咱先互主来拆毁，咱先败坏，甲旧的拢来，敢若咱要起厝嘛，咱拄跟咱即马拢爱先拄跟先爱甲旧的拆毁，互主来车倒。总是主上重要是要个定心来起造，不管咱几岁，真的不管咱几岁，兄弟姊妹，咱知无？即便线上。即几礼拜对5月打开始了后，咱敢若拢互主来这个升级呢？本来咱拢无啥会晓用即个手机，即马结果咱即马连长辈50、60岁、70、80岁无输嘛，互即个疫情强迫升级啊！我即马过去几啊礼拜，即个夏令营的时阵，我搁咧上即个教牧博士班的课。我一个耳孔、2个耳孔尔，总是我上3个课，嘛甲夏令营的斗阵兄弟姊妹，咱的主互咱升级，就是要互咱只要咱愿意，主要来起造，要来栽培咱。咱是对主的人，虽然咱有通是真正，敢若一个潘霍华讲的互主来呼召的。人要来做主的门徒的时阵，其实主是要叫这个人为着福音来死，你敢愿意？咱死了会过活这是咱的重点。咱信主的人，咱有一遍生，有一遍死，总是咱会有一遍生。所以咱信主的人有2次生，只有1次死。总是咱若无信主，安尼伊有2次死，而且是永死，只有1次生。
所以兄弟姊妹，咱伫主的内面呼召，主呼召咱就好打，咱就为着福音，咱去活出福音的大权能。若是今仔日是咱生命上尾一天，咱会选择安怎经过？会过正常的生活吗？会做甲以前同款的代志，也是咱会加倍去听、去付出、去饶恕的。咱用上尾一天的心去饶恕、去付出。咱就放心，咱就放手去好好拼一下，为主来做工。咱就全力以赴，因为咱的性命在伫主啊，咱有永远的活命。总是若是今仔毋是上尾一天，扣到啊，明仔再过来啊，哇！安尼咱就更加爱认真，再次去爱，再次去用我们的行动带出上帝伫咱心中的计划，互咱发挥咱的影响力。有一群人，因是开这个计程车，也是讲因是咧帮忙开这个关怀据点的这个司机，总是伫疫情中间，关怀据点拢停，因要做啥物？因是司机，总是因伫这黑暗中，因确实真做蜡光。咱来看这个影片。司机拢是基督徒，因在家的确诊者去病院，也是回去厝。这个侯胜忠是教授，是逢甲大学的教授，是基督徒，是上帝的囝。伊发现，伫疫情中间，耶稣毋是干那伫教会。耶稣伫需要的人的所在，耶稣伫危险的所在，耶稣邀请伊的囝儿来回应这个呼召。虽然在家的确诊者真的真危险，所以真侪人因第一做伫上世人的心中，因为因讲安尼就是做伫上耶稣的心中。会危险，所以真侪人做这个工课了后，唔敢回去甲厝的人住，因就住伫暂时休困的所在。因上家的确诊者回去因的厝，也是去病院，时间真长哦。甚至有一位少年的查某囡仔，伊是小儿麻痹足严重的。总是伊行李真济，伊实在赶袂去。大家一个一个离开了，伊要搁摕拐仔，要搁摕行李，总是因有规定，因袂使出手去帮这个确诊者任何物件，因为因惊去拖出去，所以伊就为伊来祈祷。真奇妙，上帝安排另外的人来帮助这个小儿麻痹足严重的这个少年的女孩子，因经历足济，特别是伫下晡甲暗时，可能12点钟以上，因爱穿着足厚的防护衣，佮足热的，袂当开冷气，因为伫冷气房这个空气佮较无好，所以因爱开窗仔门，差不多12小时，无法度啉水，无法度食饭。搁较无法度便所，因点点咧做，真多福音的出口，却是甲疫情来动摇的。因奉献家己伫黑暗的中间，厝甲因伫底，伫黑暗的中间，因真多蜡光。黑暗中的蜡光。咱有当时咧做的时阵，会感觉讲是毋是有效啊？我做的有影响力无？我做的会无彩气袂？会做白工袂？会无彩工袂？
这个司布真所谓的讲道王子，伊讲人的付出根本无可能比上帝更较济，总是真奇妙的，就是当我若献上我家己规个人的时阵，伊总是有办法，互我所得到的，哇，超过我所付出的，更较济，更较济，更较济，超过我所求所想的。咱可能有通是毋知影，我即马未明白，我即马所经过的是啥物？伫8年前，因也无所拄啊来到教会接青年传道的时阵，有一天，一个国中的学生，我得到伊的消息。就是因兜3个人尔，爸爸妈妈甲伊，伊的爸爸伫暗时中间突然间跋倒，就那过身去。伊心其实真艰苦，因为3个人剩2个妈妈、寡妇甲伊，国中生当需要老爸扶持，当需要老爸诚做即个家庭的大挑，总是大挑无去。伊袂明白。主啊，啥事临到伫我？伫8年以后，伊诚做咱夏令营阿卡佩的营长。伫第2天了后，接到一个消息，就是咱的营会一对姊妹的爸爸，伫礼拜2第2天的暗时食饭饱了后，倒去眠床小休困的。就那无醒起来，咱的营长，伊就打电话互这对姊妹的妈妈，伊安尼讲，请咱帮。就是牧师我联络过了，就是妈妈说她就是当下他们那一天爸爸还为了那个就是怪兽可爱。提早出门去帮他们印这个东西，然后就后来好像就出状况这样，我也没有细问，只是他就说，因为他们小孩很想上课这样，结果他们后来没有说，因为他们以为我们会寄影片给他们，就后来没有收到，他们就好像妹妹就很失望这样，还好应生他们这边也有去处理了这样子，然后我有跟妈妈说，就是有问题都可以跟牧师聊聊，这样。他说他会跟素心老师说，然后可能再联络牧师，这样他就麻烦牧师就是照顾也不是照顾，就是如果妈妈有问题，这样会再跟那个静巧他们妈妈联络，这样这个再麻烦牧师了。然后我有带静巧妈妈祷告，然后也有跟他说就是。星期日早上的礼拜跟那个我们阿卡贝的那个粉专的那个10点的那个活动内容这样子。兄弟姊妹，这个青年咱拢真熟，何叔的囝8年前，何叔咱的何叔兄去互主蒙主温调，当伊伫天里，伊看见伊的囝经过8年。做这个成长的中间，黑暗中主来栽培伊，当然主嘛有疼惜伊，主嘛有来搁一遍来，互伊有机会，诚做别人的帮衬。啥物人有法度伫即个失丧的人的中间，马上去安慰，诚做人的安慰。我想，若毋是伊经过遮的。无人有法度，总是咱的主早就备办，伫黑暗中，咱所经历的，诚做将来人别人黑暗期的时阵会拉光。兄弟姊妹，恳求主来帮咱，伫黑暗中，互咱有拉光。这拉光，毋是干那主，互咱话语应允之意，咱嘛要诚做别人黑暗中的拉光。只要咱愿意，主要来叫，来搁一遍来起造咱，要来互咱搁一遍，互主来栽植我们，互咱重新有气力，重新互主来升级。刚好，咱来回应上帝的呼召，咱来讲主啊，我愿意，虽然我可能安那，总是主讲来我的囝，只要你来。
信靠我就要来带领你。虽然可能伫黑暗中，咱嘛看袂见啊，咱嘛毋知方向啊，咱家己的心内真艰苦啊，无是要安那？上帝有办法咯，互咱先，互咱有对主遐来的眼光。天色虽然黑暗，星星也搁伫遐闪烁。主，真侪咱永远的愿望，咱三甲来唱一首歌，请咱起立，回应上帝的听，嘛搁一遍来决定咱要面对主。天色虽然黑暗，星星幽暗伫遐闪烁。暗暝虽然孤单，时间若到，天总是会光。关山虽然危险，若有信心就通爬到山顶。路途虽然遥远，若有听心就通行到天的迄边。啥人会当搬过？啥人会当搬过？所有艰难在的，啥人会当看见美梦地陪？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着打开心内的窗。啥人会当搬过？所有艰难在的，啥人会当看见美梦地陪？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着打开心内的窗，予你的眼光看见美梦。啥人会当陪阮搬过迄困难？无人会当，只有主你会当。主，阮为着阮即马担拄着黑暗期，阮担伫长长的暗时，献上感谢，是因为阮知确信主，你要甲阮伫地。阮确信主，你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伫阮的心上。伫黑暗了后，主啊，迄个光明，主，你有一个计划。主，你知阮是什么人？主，你要重用阮，毋是阮骄，是主阮愿意。你敢若看阮一个愿意的心。主，阮是你的器皿，阮愿意尽阮所为，献上伫你的面前。愿主你的光来照阮，互阮会当照别人黑暗的生命，或者只是蜡光，有当时要花，有当时阁要光。主啊，重要的是你，你是这个大光。主啊，阮要引带人到主你的面前，因为主你会听，你无爱这世间的人一个人沉沦。主，你要爱人人拢会当得救。愿主耶稣基督拯救之恩，要临到伫既然有耳通听，既然愿意相信的。主的拯救要到永远。主无改变的听，真侪完全的医治，要真侪人甲上帝甲家己和好，要真侪支持，真侪生活中会引带。亲爱圣神，你真侪保惠师来保护、保守，随时甲阮伫底，互阮不管伫什么所在，互阮拢有主你的大快乐，互阮有主你的平安，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兄弟姊妹，咱斗阵，过来唱这首歌，真侪咱会帮助咯。会当搬过所有艰难在的，啥人会当看见美梦地陪？
见希望，你着打开心内的窗，啥人会当搬过所有艰难遭遇？啥人会当看见迷茫地陪？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着打开心内的窗，予你的眼光看见美梦。咱要看见上帝的美梦，伫咱的心中成就哦！祝福大家，大家平安。